我哋去 Disney Sea 啊，今日所以就要搭一個 Disney Resort Line。如果去靚嘅話咧，就唔使搭。第一站衝緊過去嗰個 Toy Story， 呢個 Big Bang Boardwalk。頭先一入嚟嘅時候咧，要 download 咗個 app 啦，跟住撳嗰個 Entry Request 咧就可以 book 佢嗰啲位啦。咁我哋頭先就搶咗12:55。あれあれ、まだまだ上げて。一緒に参加してくださいね。それじゃあもう一度。マニュアルサーチライト点灯準備完了。よろしい。この世界はみんなをつなげている色で輝いて。サファリへの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。我就喺度揾緊怪獸公司個爆谷桶喺邊度買，喺呢度啊！我上官網揾到啦，終於係喺轉到頭暈嘅機動遊戲對出400 yen。
我個 DPA 喺個 app 嗰度用信用卡俾唔到錢，因為要收香港信用卡嗰個 OTP，跟住我行咗 guest relation 嗰度俾錢。而家咧係錢嘅力量，行緊一條快速通道，玩嗰個叫字幕。我哋7點入去嗰條通道啦，成個過程咧連埋玩咧7點27分先出嚟。我哋係必玩嘅一個遊樂設施，然後佢吊腳嘅，跟住咧佢會升起你，跟住推前你，係一個超級大嘅180度彎形嘅屏幕啦，帶你去環遊世界，係冇一個迪士尼嘅成分嘅，即係佢冇 Mickey Mouse 啊，冇其他人物出嚟嘅，佢就係一個帶你環遊世界嘅一個遊樂設施嚟嘅。咁佢會有大草原啊、海洋啊、東京啊、迪士尼啊，喺高空俯瞰咁樣望落去咯。同我一齊玩嗰個人咧就話係少少離心力嘅，我係一啲離心力嘅感覺都冇嘅。睇下個人㗎啦，佢有唔同氣味，即係你經過大草原嘅時候，佢出啲草味啊；海洋嘅時候有海味啊，咁樣咯。見て流れ星だ。睇完嗰個表演之後，行咗可能半個鐘嘅 shop 之後咧就走啦。